这2年这新冠肺炎很讨厌，很讨厌啊！尤其是我这么大体孔的要呼吸空气就很危险了所以各位看口罩非常重要。摕到大鼻孔的检测来公告，提醒大家防疫期间喙安的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3级警戒也未解除，此外喙安也是爱挂条条。也因为如此，喙安的色水甲图案嘛变成一种事件。因为医疗界喙安变化无济，所以安平平安文创业者就特别将安平守护神检测作为主题，设计出布的喙安。疫情的时间，大家需要平安嘛。第二是口罩的话，就是就像剑师一样嘛，在前面挡着嘛挡着剑师嘛。那把这个口罩的元素包含到，又看起来它是一个长期的结合生活的这一区块。所以视觉上的一些丰富度啦还有一些造型的搭配那包含到环保的这个观念，让我们想到说，应该来把这个剑丝跟平安还有这个口罩连接在一起。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未来穿搭的一个应用。施柏峰表示，这下的检测布喙安，除了设计是相当的古锥显目以外，佫会当搭配清澈，更会当重复使用。更重要的是，检测佫有辟邪辟邪的传说，所以挂起来更加一分安心。那因为剑丝是400年的一个在地的产物嘛，它代表辟邪祈福嘛，也希望透过剑丝的这个设计，结合这个口罩，带给大家，希望这疫情赶快过去，大家能够重新获得平安。目前这个布喙安并无大量生产，单纯会当帮民众客制化。施柏峰表示，防疫期间喙安爱挂好挂满，加上检测辟邪功力，挂检测布喙安会当加一层安心。台湾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